翻2025年11月份嘅網簽情況出嚟啦，其實依然都係嗰堆嘅新房啊，雖然比10月份咧係少咗噶啦，但全靠有2個項目咧個網簽暴增，咁啊直接插咗上嚟。唔係嘅話咧，可能真係平均線之下咯。認真睇下有冇適合你嘅項目啦。除咗朗月之外咧，幾乎都係單價唔超15000嘅項目，所以都係嗰句話，好彩有第4代拉個價啫。另外再補充翻上個月消失咗個數據啊，而火炬嘅雲頂同埋健康花城確實係拉高咗成個中山網簽數據嘅。排第一嘅火炬降價清盤項目健康花城11月份網簽110套，而排第2嘅就係火炬雅居樂雲頂9月底降價清動，因為新政問題10月份簽唔到網簽，全部推到11月份，咁搞掂咗73套，而排第3嘅就係三鄉華發觀山水58套，而排第4嘅馬鞍島招商津灣府啊，馬鞍島唯一一個上榜項目啊，而排第5嘅就係神灣嘅南城香山小鎮49套，排第6嘅就係南朗錦繡海灣城42套，同上個月差唔多。有3個項目並列第7，終於到城區啦，就係東區嘅保利朗月城區第4代住宅啊，坦洲健康花城同埋西區華潤人行公園4季啊，各36套啊，而排第10嘅就古鎮萬科30套。其實睇翻份數據真係同上個月冇乜分別喎，真係就火炬嗰2個降價盤咧突然衝咗上嚟嘅啫喎。咁如果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，記得啲我啊。嗱，關注我啦！